后上条，唔想要出头天么？想要出头天，投资赚钱，吉祥意义么？听讲，你半夜11点到新北市中福区嘅陈山乡，喺讲看到一个做黄山金奶奶嘅老人家，就做了实现水嘅梦想。根本就当太当好钱嘛！佢就喺北台灣最大嘅豐路梯土地神白宮，也從24點鐘上電，這個電台台北嘅太神鄉，其實佢啊，本來就喺客家莊嘅一粒四十條。想了解豐路梯白宮嘅成長故事，我哋就嚟對認識客家白宮開始。白宮啲客家話嘅意思係個阿公嘅阿哥，佢表達白宮當做係自家嘅大家長。客家人相信萬物都有靈，早期來台開墾嘅時節，係個田內地土地康發現天出嘅現象，所以啲當個表演粒石頭，一個前頭太數位，就放咗土地神白宮，祈求開墾平安順遂，農田年年豐收。現在總條建議，白宮下當家彎頭路。上頭嘅水源是保護水頭白宮邊，上面祈求平安過橋，橋頭白宮邊，抗攻職場安全問題，抗場白宮邊。而你上頭十個件白宮廟當真熟啦。當然白宮唔單止做大事，這事情佢們目標高喎，保護生業平安乖乖態，前創造嘅議會，老早民主持公投，真係係成績嘅理想白啦。你講那個白宮見見面表現以後，上面就會老白宮嘅屋卡成去維生廟。你講一個白宮高電機鋪嘅成績，佢哋上面就會講出錢，老生廟變做 VIP 豪華大廟。就像一下嘅豐路梯白宮，一路對生廟喺度嘅建立太陽，又造足球場安太極嘅廟，動槍。唔過講轉來，大家一早唔記得佢係客家白宮嘅，也係樣板咯。早期來台北打拼嘅客家人當入前世，冇人改形成關係當好嘅客家詞咯。也因為隨行都係好老人，為到容易見到冇俾人欺負，只好抗議自家客家人嘅身份，嘅客家白宮也天天抗議來咧。唔單止係都市嘅白宮，工業化時代來臨，人間愛意農田休耕，過去客家莊當道嘅白宮廟，也因為蒙人拜就天天放鐵咧。一下一條韓流啲莊客嘅白宮，係喺客家莊嘅大家莊，當家本莊民來電來打嘴鼓，保佑屋企人平安順遂。嘅都市都嘅白宮，就係努力轉型，照顧起都市人嘅財運、生理勞事業。特別係1980年代盛行嘅大家樂時節，全台搶到搶起來，豐路梯嘅白宮有咗天天坐香茶，成為翹在當年任嘅白宮之一。國家所媒體持續報道，一下高年來參拜嘅茶，都會太食茶啦。本豐路梯白宮變做台灣三大白宮廟嘅北鋪代表。這裡講到講到呀，雖然啲都市嘅白宮客家嘅食材變淡味，唔過還係有都市嘅客家人睇過白宮信仰難此彼此。就喺台北通化街嘅通化福德宮，本來係好多年喺1958年起嘅社廟，外面一邊設施當到上台北打拼嘅客家人，亦有積極參與每項改建老業務，對到客家相關嘅發通，一座廟亦就天天變做當時客家人嘅信仰中心。本來屬於客家嘅白宮，也成為大家嘅信仰。本來係好多人嘅白宮廟，也是安慰北上客家人嘅不安嘅心。可能面對現代社會，無強族群、強化束縛、共同信仰嘅故事，也做得成為文化傳承嘅一股力量哦。客棧，哈哈哈點，你真來了。